乡亲啊，过来是地方小食面的大饼战。今仔日咧要来拼这个肉粿，看屏东东港甲台南永康区的大湾，倒一位较好食。来，今仔日要拼肉粿。讲到肉粿，真侪人就会想到东港。 规船的肉粿一片一片甲下落来，放入碗内，淋一寡配料。这个配料有烟前3层要虾饺，还有特殊的汤，搁甲放一寡盐水。即碗就是东港肉粿。肉粿食起来真绵，配料甲酱料，安尼食起来咸甜，口感有真侪赞处。在内面都做的，爱咧汤头，在内面稻谷、树木鱼。东港肉粿互在地人真难忘。 回来就是想吃一口怀念的东西。未至于客来遮嘛，想要试看卖。你家己哦，专工走来遮食。食东港第一名。讲东港肉粿第一名，稍等一下。店店内面你煎，这是台南永康区台湾的肉粿，是当地出名的传统美食。煎好肉粿，南汤搁一粒卵，刷来同款有盐水。伫菜车内面，这间肉粿摊已经做买70年啊。外皮很酥脆啊，吃起来很好吃。30几档了吧？酥酥 Q Q 的肉粿，搁有羹，头家娘讲，这拢是用心，而且是顺手工做出来好滋味。里面有10多种的配方啊，嘿啊，然后它有高丽菜啊，有鱼啊。 莫怪讲小小一间肉粿摊会使传3代，是讲东港的肉粿也是台湾的肉粿较好食。伊的肉加一个卵安尼尔，食啥物山珍海味拢有。台南是美食之都，台湾肉粿当然嘛真赞，就看客官爱食倒一款。